上集我哋講咗，你曾供斷咗嘅樓咧，可以每年幫你印百幾萬嘅銀紙。咁個問題嚟啦，呢百幾萬現金流，蘇校長我咧會建議你用其中一嚿嚟買保險。呢條數你聽我好好地咁計下啦。嗱，好多人咧一聽到買保險就頭痕，覺得係使錢。但係真正聰明嘅有錢人咧，佢哋買保險從來都唔會用自己嘅血汗錢，佢哋係會用嗰啲額外創造出嚟嘅錢啊嘛。嗱，你想象一下，你每年多咗百幾萬現金流，你拎其中100萬，用5年時間去供一張頂級嘅理財分紅險，咁呢個意味住咩呢？第一，呢份保險呢，你完全冇動用到自己嘅存款，零壓力。第二，短短5年供款，去到第7年呢張保單嘅價值就已經回本，甚至開始有錢賺。咁第三，如果你唔急用，俾佢滾存繼續落去嘅話，到你70歲，呢張保單可能個價值已經過1000萬啦。嗱，呢筆錢呢，就係你額外為自己準備嘅1000萬退休金啊。所以呢，呢個唔係簡單咁樣買保險，呢個係利用供斷咗嘅樓嘅安全槓桿效應，唔使自己出錢，創造1000萬身家嘅高張玩法。佢將你層樓由死錢徹底變成一個財富嘅印鈔機，印出嚟嘅錢再幫你鎖定終身嘅財富。如果你都想知點樣用唔使自己出錢嘅方式，為自己同屋企人買返個1000萬保障同埋財富， like 同埋 follow 我啦。下集我會分享呢套方案點樣輕鬆搞掂你可能遇到嘅所有風險嘅。下集見。